香精燕麥優格杯、香蕉即食燕麥片、希臘酸奶、蜂蜜嚟到3湯匙，堅果好似啲杏仁核桃腰果等等，水果乾葡萄乾蔓越莓乾等等杯或者碗可以選擇一啲玻璃杯方便分層展示，準備一啲匙羹將啲香蕉去皮切成小塊，如果香蕉比較軟，可以留一部分切成薄片，用於最後。將下一個碗中將即食燕麥片同埋1湯匙嘅蜂蜜混合均勻，蜂蜜可以增加燕麥嘅香味同埋黏性，如果喜歡更豐富嘅口感，都可以喺呢一步加入一些堅果碎。喺一個杯子，先喺底部鋪上一層調好嘅燕麥混合物，入進杯子高度嘅1/4鐵夾，燕鑊上鋪一層香蕉塊，同樣入進杯子高度嘅1/4。再喺香蕉上鋪一層希臘酸奶，嗰度有約為杯子高度嘅1/4。按照上述順序重複進行分層，直到杯子差不多填滿。一般可以鋪2到3層，喺最上層酸奶上放香蕉同埋薄片、堅果同埋水果乾進行裝飾，仲可以根據個人口味再淋上一些蜂蜜。冷凍當做好嘅香蕉燕麥優格杯放入冰箱冷凍至少1小時，讓燕麥充分吸收酸奶同香蕉嘅水分。